接着我们来到也是高雄的楠梓区的另外一块远雄建设的基地现场。这个案场呢是远雄一季的基地现场，它总共有2432坪，会新建3栋20楼、地下3楼的住宅大楼。那这边是高雄大学高大特区的重划区，这个重划区环绕着高雄大学，是非常大型的重划区。那看得出来，远雄建设对楠梓非常有信心啊，就一次推出了2块楠梓区的大型的案场。目前的建设进度还是在整地当中而已。